帶隊咧，梗係唔少得點名啦。今日就介紹一個點名神器俾大家認識。呢個神器咧叫做 Google Keep。Google Keep 其實係記事簿嚟㗎，入邊有一個叫做核取方法嘅功能，用手指撳落個細框框就會變成已勾選嘅項目。喺已勾選嘅項目入邊咧，再撳多下細框框咧，佢就會上翻上邊啦。攞嚟點名啊，做物資列表都好啱使嘅。示範一次點樣裝啦。首先打開手機嘅應用市場。然後打 Google Keep， 見到記事和清單就係啦。如果你已經安裝咗，就撳開啟，點一下左下角做筆記嗰一欄，跟住就輸入標題啦。喺筆記入邊呢，就打低我哋想要嘅名單啦。喺右下角撳加號，然後撳核取方塊，咁就搞掂。